好，生活消息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苹果的手机啊 ，iPhone 16的系列今仔日开始来上市啊。国内三大电信业者呢是来推出无共优惠方案。伫个店头会当看到有抢到头香的民众，讲因为这个 iPhone 16是有 AI 的新功能，所以9天前就先来排队。也毋过呢是有专家来认为讲，因为即马市场有求水，所以即摆全球的销量恐惊会较少。 20套餐已经有购买，伫个电信业者门口，都是为着等这个时阵。iPhone 16正式开卖。有民众为着摕到小滚滚的 iPhone 16，已经排9天啊，甚至各用轮班的，都是为着这个 AI 的新功能。就滑动的那个手工，我觉得它很特别 ，AI 也不错。iPhone 16因为搭载了 AI 的功能，将有助于果粉们呢热烈的来这个购买。 抢攻 iPhone 16的相机，国内三大电信业者也拢推出无共的方案。中华电信即届伫北中南拢总抽出180个民众，会当得到 iPhone 16的新手机啊，3000块的购物金优惠券。远传电信是前50个到场民众，搭配每个月付999块以上的5G 智能方案，各折3500块。大哥大是搭配5G 方案，会当抽美式 AI 雕成之路。 镜头换来看苹果门市，赶快去因忠实的购买排队要购买。最近不是在推 AI 吗？然后看那个发表会好像蛮有趣的，就想说先试试看。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4款手机啊，除了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的处理器，还有相机控制新功能。 不过，根据上新供应链的调查，加苹果的官网预告来看，传出 iPhone 16系列头一个礼拜六销售量比去年 iPhone 15衰退12.7%。 通膨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终端的市场出现萎缩，再加上其实这一次的 iPhone 新机又没有太过突出的亮点，也就使得这一次 iPhone 新机的订货量本身就不如预期。专家指出，市场预测明年的 iPhone 17可能是采用台积电3纳米晶片的进阶版，而且恐惊还要等候到后年 iPhone 18推出，才有可能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